中秋你注定一人。聽日就係情人節，而今年我選擇要同一個我最愛嘅人度過。嗰個人係最了解我，絕對唔會遲到，而且唔會有任何怨言嘅人。冇錯，嗰人就係我自己啦。今日我就要挑戰自己一個人去做所有情人節會做嘅事。咁我哋事不宜遲啦，即刻換衫出發。點睇？有冇好靚？都係嗰句啦，唔靚嘅話唔該收聲，唔好講嘢。就算係同自己約會，都絕對唔可以舐啡，一定要好好打扮，愛自己多啲 ，show some respect to yourself 啊。OK，咁我哋呢家事不宜遲，即刻出發去第一站 ，Let's go！ 第一站我哋去唱 K。一位嘅，119蚊。今日嘅 lunch menu 043。Hello， 想要一個香煎雞扒、皮炸雞嘅配蒜蓉汁，要飯嘅，冇啦，唔該晒。唔知佢係咪第一次見到一個人唱 K， 但我諗應該好多人都係咁樣做。佢應該見慣大場面㗎啦，唔例外㗎啦。不過情人節的話，我覺得佢應該真係第一次見到一個人嚟唱 K。唱 K 好點歌啊！我想講我個人嘅歌曲庫咧，仲係停留緊喺中學時期咯，即係我呢一揀嘅歌咧，都係我以前中學唱 K 會唱嘅歌啊！我嘅後生觀眾係會冇聽過嘅咯。吓？哇！唱嚟部機啊！好似好好食咁啊，好香。其實情人節去唱 K 係幾好嘅喎，又唔使諗食咩，跟住之後又有得玩，好輕鬆就過咗3-4個鐘。黐味哇，頹飯嘅味道啊，係先聞呢隻先，炸得好脆，不過隻雞都俾佢炸到乾晒，唔好咁高要求。K lunch 唔好咁高要求。唱之前戴翻個咪套先，大家注意衞生啊！情人節一人分飾兩個，自己唱 K 唔驚。最替我祈禱，緣分讓我們慢慢停靠，小燭火長街，被愛快樂如宇宙，憂傷鬼魅。一個人原來都可以盡興，多了人卻還沒到高興，呼出嘆息，快樂難説明。No， 自己呢一套電影係我嘅初戀啊，透露咗自己嘅年齡。默默守護在原地，原來你是我。哎呀，我係收咩？你啊，冇事。好尷尬啊！今日唱得好好，下次唔好再唱啦，我哋去下一站。完。迪士尼，我好似係第一次自己嚟迪士尼。海洋公園我以前成日自己去，但迪士尼真係第一次，一定會超好玩。街邊情侶一對對，呢度又有。佢哋個個都喺度影相，我一場嚟到冇理由咩都唔做，我都要影相先。但係諗一諗辦法點樣影，我已經見到一個好好嘅方法，垃圾桶咁樣。呢個位，呢個位，又好似影得幾靚喎衰鬼。好，我哋入場啦。耶！他約我去迪士尼。他約我去迪士尼，耶！有冇好 Q？ 好似冇，似傻仔。自己一個去玩咧，有佢嘅好處，就係我唔使擔心另一半啱唔啱心水啊！今日我嚟到迪士尼，我想玩咩就玩咩，我自由啦！自己一個去玩咧都有佢嘅好處，就係可以排單人乘客，唔使排咁長龍啦。你哋慢慢排啦，我自己行入去啦。1分鐘都唔使就排到入嚟啦，勁快。哦，OK。拍影片你不介意嗎？我不介意沒關係。你也是自己一個嗎？對啊。Oh my god！ 我也是自己一個。
雖然我唔係第一次玩，但係唔知點解一個人玩嘅感覺特別驚。有啲驚了，因為平時會同朋友一齊玩，點都一定有個伴，但係今次係自己一個玩，唔知可以拖邊個隻手。好好玩啊！但係其實自己一個冇想象中咁驚，因為好快就過，幾下就咻咻完咗。見到人哋影相都好想影添，我決定去揾個人幫我手，可以幫我拍一下相片嗎？慢慢玩啦，怎麼一腳啊？哇，好漂亮！嗯，沒事沒事。Thank you。開個伊人帽，揾人幫手影相。我哋呢刻真係去睇表演啦，好多人啊！睇完 show 啲肚餓，揾啲嘢食下先。不過其實幾正嘅，唔使同人 share， 我自己食晒成杯啊！自己去玩就係會忍唔住消費啊！咁樣有百幾蚊啊，好得意啊！送俾自己嘅情人節禮物。好啦，今日玩夠啦，依家我哋準備去食情人節晚餐。情人節晚餐，一個人點樣食情人節晚餐呢？我都好想知，我哋拭目以待，好緊張啊！第一次自己一個人食情人節晚餐。我哋已經到咗今晚食晚餐嘅地方啦。哦，OK。So are you to take the order right away? 哦，OK。入到嚟之後已經見到餐廳坐滿咗一 pair 嘅情侶。你以為今晚食飯得我一個？我都不甘示弱，帶咗一個伙伴嚟陪我㗎。嚟到嘅時候已經冇得再叫 set menu 啦，所以我唯有叫一個 carbonara。講開 carbonara 呢，唔知點解我歷任嘅男朋友都識整 carbonara 嘅。雖然我嘅 carbonara 經驗深厚，但係呢，我到依家都仲係未識煮嘢食。之後就嗌咗甜品 tiramisu， 好好味，請你食一啖。食。OK， 咁我哋啱啱食飽出咗嚟啦，總共食咗281蚊啦，我覺得 OK 嘅，唔算話好貴，而且呢，佢個味道係對得住佢個價錢嘅，所以呢，我覺得可以接受。咁難得嚟到赤柱呢，我覺得要周圍行下嘅。雖然呢，夜晚好多嘢都已經閂晒，但係行呢一個海邊都應該幾浪漫，別有一番風味，所以 Let's go。Hello。呢一個景自己一個人行係爭少少嘅。但係，我覺得間中要有啲時間係自己度過。過去睇下咩料？走啦，搭車喺度祝大家情人節快樂！有情人嘅有情人，冇情人嘅下年都有情人。大家情人節快樂！今日我哋嘅最後一集就係去睇戲啦，《尋秦記》。秒速5厘米，老細天劫，好似得呢個係啱睇啲啫喎。哇，個場係冇人嘅咯，我係可以包場咯。好，咁我揀中間嘅中間。我哋已經成功買咗飛啦。咁呢套嘢咧就叫做秒速5厘米。我以前係有睇過佢嘅動畫版嘅，咁今次咧係真人版嚟，應該係會喊到仆街嘅。所以咧我都買定紙巾，費事一間喊到肥啲肥咧。流眼淚唔係重點啊，係最驚流鼻涕，冇紙巾用。今日玩咗成日，個人已經好攰啦，見唔見到啊？隻眼好耷啦已經。林峰，好靚仔啊！想偷摸一下，愛個爆谷先。好 ，thank you。好啊，唔該。
自己一個食，唔使同你 share，爽。6樓要上去啊！哇，Q 標啊！想睇。我覺得自己一個睇戲咧，驚過自己一個玩機動遊戲。我自己一個人坐晒啊！以為得我自己一個人睇，原來我有2個人睇，好彩唔使自己一個喺戲院，如果唔係好驚。好好睇啊！啲畫面好靚，調色好靚啊！但係我頭先喊到黐咗線啊！跟住我就默默咁樣攞紙巾出嚟抹鼻涕咯，係咁流鼻涕咯我。好，依家睇完戲，我哋諗下點樣翻屋企先，因為依家已經差唔多2點鐘啦，我係唔知點樣翻屋企啊。由於琴晚真係太夜啦，咁所以我依家咧先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一個人過情人節有啲咩感受啊。雖然我唔係喺情人節正日做呢啲嘢啦，但係我覺得自己一個人其實冇想象中咁可憐。琴日嘅經歷就係同自己食飯、同自己玩、氹自己笑，但其實某程度上都唔係氹緊自己笑，係一啲好自然地會發生嘅事情，我冇特登去做，去特登氹自己，反而係自己一個人嘅時候，可以更加清楚自己諗緊啲咩，想做啲咩，想要啲咩。其實琴日嘅挑戰呢，我係玩得幾開心嘅，有一種好簡單、好純粹嘅感覺。有時候同屋企人、朋友或者另一半去玩嘅時候呢，係當然開心嘅。但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嘗試下自己一個人去做一啲事情，個過程呢係好有趣嘅。你會係咁聽到你個腦講嘢啦，係咁同自己傾偈啦。呢一個過程同埋當中嘅思考，可能會令到你更加了解自己。呢一個體會係我上一年開始自己去旅行嘅時候，慢慢萌生出嚟嘅想法。大家都可以試下。Anyway，情人節同自己拍拖並唔係因為你冇選擇，而係因為你今日揀咗自己，選擇咗同自己好好咁樣度過。好，咁今日條片咧就去到呢度啦。如果中意嘅話咧，記得俾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喺呢度我仲要好多謝我嘅會員 Lemony3070、Payperiod869、Miracle 小傑，跟住仲有圓同埋 Germany Him 啊！好啦，喺度預祝大家新年快樂同埋情人節快樂，拜拜。